喺市場上面係一個相當悠久嘅教育品牌啦，而面對住而家市場對於教育產品嘅要求咧，其實都係越來越高嘅。咁作為即如果你單一一個教育產品咧，其實已經未必能夠滿足到家長嘅需要啦。咁品牌方面又會點樣去做，令到家長可以 keep 住對自己都可以有一個咁大嘅信心咧？我諗要令家長中意我哋呢個品牌咧，個產品本身都好重要，所以學阿 Ronnie 話齋，我哋要 be inventive， 我哋會。你如果體驗咗 DVD， 可以試下聽 CD 喎，聽完 CD 呢下唔想聽 CD， 我哋可以碌下卡，碌下卡之後又可以玩下互動學習不啦，又或者同 Mickey Magician 去一齊學習又得，到喺屋企呢個環境都適應咗啦，咁亦都可以咧 join 下 World Family Club 嘅一啲活動，去活用英語。咁我諗咁多元化嘅活動啊同埋環境咧，都令到一眾嘅家長咧對我哋係非常支持同愛戴嘅。咁喺呢度咧，最後多謝主辦單位啦，頒呢個獎俾我哋，亦都同時咧多謝全亞洲過百萬用緊我哋迪士尼美語世界嘅家庭嘅。當然咧，就今次都第一次恭喜迪士尼美語世界。